今日係2026年1月9號，我哋啱啱喺日本返嚟。今次日本去咗4個地方，由北海道跟住東京，跟住札幌，跟住去埋沖繩添。今次我想講一個租車經驗。平時我買機票、酒店都係經 trip.com 嗰個 website 嘅，咁租車就多數啲大牌子啦 ，Nissan 啊、Toyota 啊嗰啲。今次喺福岡就想試下一間經 trip.com 去 book 嘅唔係咁出名嘅租車公司，個體驗真係好特別。佢俾咗一架好舊嘅 Volvo 我，舊到係連個車頭燈都係黃晒㗎啦。係咪超過10年？我未唔知啲車幾耐個車頭燈先會咁黃。咁 anyway 係啦，以後都唔會經 trip.com 租車㗎啦。